台灣即馬已經是超高齡社會啊，行政院也對今年初開始來實施長照3.0的計劃。也毋過，其實這長照呢，無應該只是被動的照顧。台大公衛學院的研究是發現講，這甲單純的生活照顧甲比起來，那做有結合着長照資源甲預防醫學等等的專業，安尼對適齡者維持功能，也個有減慢退化，其實有更較好的效果。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已經超過全國總人口的20%，正是加做超高齡社會。食老身體退化，學者推估2035年台灣適齡的人口數會增加到139萬人。21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研究，指出講，若是會當針對無共程度的適齡者，提供無共款的長照服務，改善適齡的效果才會更較好。一般咱大用的吼，攏是叫用來煮飯啊、來摒掃啊、來洗身軀啊，這是咱大家上知影講，長照服務這幫忙很大啊。但是這三個安尼用，那會使加醫生、護士，還是講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這專業服務。效果會更較好。學者強調，長照服務毋是照顧者替序大人甲代志攏做甲好好，是照顧者愛鼓勵序大人佇安全的前提之下，盡量參與各種的活動，譬如講剪衫、種菜、洗身軀等等的日常活動，才當維持序大的功能，減慢退化。學者也表示，若是會當提早發現序大人有衰弱的情形，就會當提早介入，提供長照服務。重點就是呢，我們希望能夠在衰弱的初期就可以開始給予一些專業的服務跟指導，讓功能可以繼續維持，而不是等到非常嚴重的時候呢，才開始尋求專業的服務。另外，在新聞頂懸，不時有照顧者因為長期的照顧壓力傷大，佮欠缺哮喘甲支持的系統，造成長照家庭的悲劇。學者也提醒，民眾應該要尊重佮肯定所有的醫療人員佮長照工作者因的專業，政府也要重視因的勞動權益佮工課場的安全，才通互長照服務這個台灣重要的社會安全的網絡佮較健全。記者郭玉記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